足少囡仔，啊，不过牧师咧伫咱教会25档吼，毋捌像旧年甲今年讲，咱有遮侪囡仔领洗礼吼，旧年42位，啊，今年咱顶半年已经27位吼，感谢主吼。下早起吼，咱读即个腓立比书吼3章12节甲14节吼。即段圣经咱大家非常的熟吼。使徒保罗伊家己咧表明伊家己吼，伊诚做一个按照所在表来跑走的人为着要得到上帝伫耶稣基督对顶面来吊伊的想，所以伊就是即款的态度。今日咱要领洗礼入教会的人，咱毋望伊是即种的态度。其实咱今日不管咱信主偌久，是几十档，咱嘛应该爱保持即款的态度。保罗讲，毋是讲我已经得到，而是已经完全独走进前，看会通得到基督耶稣的，所以得到我的。兄弟啊，我无掠家己做已经得到，独专有一项，就是袂记伫后面的事，注意头前的事，按所采表来走，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想。这个使徒保罗吼，伊一世人军地主的一个态度。咱的人生那个亲像赛跑有一个作家叫做罗伯特·所罗门这个作者伊写这本册伊就是鼓励咱伫爱这个人生咱知影咱要走去倒一角咱要互咱的人生有精彩的人生伊咧问讲，咱是找到迄个跑场跑场，还是即个咧走的场所去找到你有引用一个无讲伊是到底什么人，但是伫英国的即个墓园内底中间有一个毋知什么人写的迄个墓志铭。这个墓志铭安写讲朋友啊，小听者，当你路过伫遮的时阵，你会今仔日那甲像昨共款，准备好势。朋友啊，缀我行缀我行，伊是已经待伫遐，你要缀伊行，就是准备要甲伊共款但是有一个去即个墓园的即个访问人客伊就伫后壁面甲加一句伊讲军地里绝对毋是我的意愿，除非我知影你是要去倒位无我无要缀你去。伊讲命运是对选择，毋是对机会来决定的。命运是对选择，毋是对机会来决定的。毋是我今日为遮行过，我就缀你行这就是我的选择。那今日要洗礼人要入教会，嘛毋是讲爸母叫伊来，伊就来，就洗。咱台湾一般咧讲夜香祭拜，毋是安尼，是伊有清楚即个信仰是甚物，伊要来选择即个信仰，伊要来告别即个信仰，伊要来行即条的道路。所以咱感谢上帝有73位。当然，咱的小儿需要是大人的该栽培、该带领、该帮衬，互伊将来我哪会当行这条路。因洗礼要进入有常教会这个大家庭到上帝永远的家，这是因一生上界重要、上界正确一个选择，因为因会经历3种的转变。这3种的转变，头一个就是身份的转变。过去做罪路财，即卖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耶稣的宝血洗清因的罪。因已经对罪捆绑，得到头绑，对罪咒诅
得到自由。所以因即马毋是做奴才，因毋通搁做奴才，因爱做上帝尊贵的囝儿。上帝看伊是宝贝，这是咱的身份的转变。兄弟，咱不管信偌久，咱爱了解到底我是甚物人。听条讲，我是甚物人？这首歌唱落去足好听。就是我是甚物人？当我就是上帝应当的价钱甲我赎回。我原来做奴才，但是我即马是上帝尊贵的囝儿。我有确定我即款的身份。第二就是迄个快乐的转变。当你抑阁无认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做你人生的主，你生命的主权也未交予伊的时，你就是靠家己的，你家己做主，你家己做王。但是，当你将生命的主权交予主了，你就要对你的这个自我的宝座爱退位，毋通家己要做王，咱就要交予主，予主掌管。所以，毋是搁靠家己啊，咱就要靠圣神的帮助。无最后说，他会着搁加迄个拜上帝求圣神保卫主，因为无爱互恁做无爸的囝，恁做孤儿，恁真艰苦。恁迄孤儿就是无依无靠，无人通参详，家己一个受苦。但是即马有圣神帮助你，甲你做伴，甲你相同行。你着要靠圣神，毋通搁当靠家己，求问圣神。咱袂晓祈祷圣神嘛，因讲袂出的吐气，替你祈祷。圣神知影背上帝的意思，伊的祈祷，你着要照伊的意思来求，就要我靠圣神。这个转变非常重要。第三个就是目标的转变较早拢咧追求世间，当然世间人咧追求的不外就是即马用现代名词来讲，叫做五子登科啦，会当有迄款啥有妻子，有儿子，过来有房子，有车子，有钱子金子啦拢共款，不管是金子还是钱子，是爱钱就对啦。这是无毋对，世间人拢咧追求这毋是无钱人咧追求啊，有钱的人嘛咧追求。更较侪钱，大家拢无嫌。趁更较侪钱的人，伊都毋望伊要搁趁较侪钱。伊家己都遮有钱啊，伊嘛要毋望伊的囝将来搁趁比伊较有钱。这是人，无啥物毋对，但是基督徒毋是干那追求这个世间的目标。这个世间的目标袂当满足你。有人讲，咱咧啉海水，你会愈啉愈喙焦。你愈挖个钱，你会愈挖个愈无安全感，你会愈空虚。所以，这个目标要转变，你得要转向上帝的国。就是大声求伊的国甲义，就遮的物件拢要互你。上帝要互你偌济，你若照上帝意思，上帝互你够业，有时你伤济，你嘛变重担。有钱的人，你茫想讲伊足快活，为了钱嘛真烦恼啊。慢要去摕迄倒一沓，这钱慢慢来用，慢慢来拍算，逐工都咧想这个代志。所以圣经讲食清用够业，你着要知足啦，你着感谢。伫咧旷野的时阵，玛纳你贪心加收一份嘛是歹去。食米甲过面嘛是袂食的。咱所需要的实在是无偌济。但是咱若会当行伫上帝的旨意甲道路内面，这是上界要紧的。所以牧师常常咧叫咱做这个动作讲我是有福气的人，我的福气有偌大，我的福气比天搁较大。我是有福气的人，我的福气有偌济，我的福气比地面上的万米搁较济。意思是讲，
这天地都拢会无去，一天这天地会无，但是上帝的主爱永远袂无去。所以咱属地主的上帝赏赐咱的一切是永远的。咱追求的毋是迄个暂时的，是永远的。咱咧追求的毋是迄个看会见的，是看袂见的。所以这就是咱今日要鼓励这个领洗礼教会兄弟姊妹对打了洗礼了，伊毋是成做一个得救的人，伊也阁成做一个得胜的人，还阁做一个得奖赏的人。来，甲牧师讲一下来，成做得救的人、得胜的人、得奖赏的人。咱毋是干那得救，咱还阁得胜，咱还阁得到这个奖赏。咱今日读的圣经。牧师用这个题目讲，诚做得奖赏的人，就是讲，这就是咱伫世间咱上界要紧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英文叫做 goal，goal 的意思是目标，嘛是终点的意思。你人生你得走到遐，你茫走无到，你走到遐。你才会得奖赏，遐插一个迄个标杆，就是要咧往迄个所在走。有目标，你得往迄个所在努力，你来走到终点，来得到这个奖赏。保罗咧甲恁鼓励就是安尼。好，头先是安怎爱来插这个标杆？这是真要紧的。你像讲咧，拍高尔夫球的咧讲迄卫生若无插一个物件伫遐嘛毋知伫倒啥所以咱爱有一个标杆，有一个目标，先爱伫定这个目标。保罗有讲三，因为我也未得到，这毋是讲我已经得到，已经完全，我是努力咧追求，望要当得到。迄个基督耶稣，所以得到我的。所以保罗伊是伫信仰的道路，伊就是抱着即款的态度。我还未得到，我得搁拍拼，我得努力向前，我一定得到这个走到这个目标，得到这个奖赏。使徒保罗是即种的心情。当咱感觉家己还未得到，咱就搁较努力。咱的灵命咱嘛还无完全，咱还未得到这是一种态度啦当然可能那个像咱咧读圣经启示录咧讲的这个老底嘉的教会因为态度都毋是安尼伊感觉讲我已经得到我已经有我已经好嘢我已经发财我拢无欠过但是主甲讲恁实在是迄个困苦，佮可怜，佮怂恿，佮痴迷，佮疼体，这拄啊倒头病因为你若说得到，其实你是无，你得到遐可能是无啥路用的，是会朽烂的，会无去的，插日头，这个两翅会加，这个无效的，你得到遐会无效的，应该得到你得无到，所以这个启示录的作者特别讲，这个老底嘉教会讲你哪甲像迄个拉伦烧的水共款，无冷无烧啦。我知影恁的所行无冷无烧我实在爱恁看是要冷还是要烧既然这拉伦烧无冷无烧挡袂掉，因当时的这种的矿泉水伊迄种的思维研究，那是迄个。无烧拉伦烧可能要啉是无法弄啉的伊讲我会为喙甲你呸出去，就是讲我无爱兄弟姊妹，这个讲老底嘉教会，当然就是咧，互咱有一个警醒咱虽然信主诚久咱毋通讲咱已经得到我已经会使我即满若要
要去管了，要入迄个天国的门吼，我应该是无问题啊，吼，我已经会得到奖赏啊，咱袂使有一款的心态。第二，咱爱立定这个标杆。第二样，保罗讲我，因为我也无完全。12讲完全我已经完全。这个完全，唔是已经完全，这个完全就是完美，完美。保罗咧讲我也阁未完美，我唔是完美的基督徒，我还阁咧往迄个完美的目标来走这个英文叫 perfect 完美这个一点迄个下数拢无我唔是，所以讲15节讲第3章15节讲，所以咱既然做完全的，就存这个心志。那伫基督，那伫什么代志、什么事，恁存别样的心志，上帝也免用这个指示恁。这个意思是讲。咱得要存这个完全的心，咱得要完全亲像咱的天父完全同款，但是咱都还未完全，所以咱得要继续学习，谦卑来学习。这个完美那教会迄个文叫做Telios 这个是咧讲一种物件迄个机能足完全就对啦。咱要达到目标，这个机能都会当，互咱达到迄个目标。可能咱今日咱要来翕这个山，这个山翕个足水。这个卡面这个机能拄我有法当甲这个山翕甲足水。咱感觉讲哇 ，perfect， 真水你若无法度，无迄机能，你就无法度无法度。像牧师定定伫迄个厝诶，看到海边足水我这个手机都无法度达到甲伊翕甲，有时你感觉讲伊较脚步变甲翕会水，你就无迄个机能，你就无法度这若要形容咱基督徒，就是讲当时咱该完美，其实咱无完美的一天嘛，咱无完美的一天。咱伫圣经内面就是讲你咧奉献予上帝，就爱完美的、无瑕疵的。即个讲奉献，就是将上好的献予上帝，无瑕疵的。这是咧讲即个完美。但是我本身就是献出活祭，嘛无法当无瑕疵的。但是互我会当献出活祭是圣的。是上帝所欢喜的，咱就会当知影讲，我也未完全，我得要搁努力我得要搁学习天父完全。若用咧形容基督徒有咧讲一项叫做顺道者，这个顺道者咧形容顺道者叫做完美，就是伊会当为着主尽忠到死。这个顺道者是完美的。安尼意思是咧甲咱讲有一天你着到死才会完美啦，你才会完全啦，无法度，人就是无完全。咱伫世间的日子，咱都无法度完美，咱就是爱搁迄个所差的表来跑走，迄个完美的目标来努力。这就是保罗要甲咱讲的。头第二样，第三讲，因为我也未得到，迄个得到的意思就是甲你掠着，甲你掠着这个掠着掠着这个物件掠这粒鸡就是要来抬掠着这个物件就是做什么款路用这个掠着。保罗伊家己本身就是去互主掠着，伊伫台北市的路上去互主掠着。若无主掠着，伊都可能伊嘛毋捌主伊本来是要去掠基督徒，毋过煞去互主掠着。伫台北市的路上伊的主的基督的更照着伊，就跋落马骹，后来伊就痴迷后来照着一个这个阿那尼亚甲伊还手目睭看见了互圣神充满，伊这个人会使讲
完全的改变，完全的改变。过去是抵制基督的，即马是降服基督的；过去是迫害基督徒的，即马是为着基督的福音献上伊家己。所以，伊的目标有足大的改变。兄弟姊妹，遮咧甲恁讲，咱还未叫主掠着吼。有人检在主咧呼召伊吼，伊也无叫主掠着，所以吼，伊就无迄个决意。但是真正若去互主掠着，你就像保罗共款，走袂去。你毋系嘛？你嘛着安尼行吼。所以上有真侪人有即款的经历。那保罗伊去互主掠着，所以伊就爱做主的车用，做上帝罗卜，做外邦的使徒。无管伊的迄个服侍是偌艰苦，伊的头前的路是偌危险，伊就是用头前的目标来行。伫台湾，事实嘛有真济去互上帝掠着，迄个方案都真济项。比如伫咱长老教会，较早和平教会主任牧师，即个蔡无东牧师。伊是台湾大学医学院第一名毕业，第一名毕业。伊就做医生，但是有即个信仰，所以就志愿去恒春基督教病院去遐帮衬，你当然较欠亏想袂到为着恒春基督教病院募款，带当时的盐埕教会戴重德牧师的查某囝，迄个米娜是正大会计系毕业，讲嘛是足优秀啊。将来有可能会当做会计师，但是我若去行即个服侍路，想袂到要去募款的路上伫西丽遐去拄着车祸，我即个戴牧师的查某囝煞喷出车祸了过身去。当然伊嘛足甘心，为着安尼即个缘故，即个蔡开同牧师就做即个戴牧师的，那甲讲迄个义子同款。伊原来是做医生，到来献身做牧师。本来是救人的医生救人肉体医生即嘛救人灵魂的即个医生做牧师所以伊就搁读新人院牧会即嘛退休嘛拢继续伫足侪所在咧服侍这就是讲，伊的人生的目标原来可能是安尼。但是去互主掠了，即嘛，迄目标上无共款较早伫进前阮有主带转去感觉非常毋甘的即个台中政治教会的主任牧师，伊嘛是长老教会的长老出身的肖湘秀牧师伊本身实在是读建筑的，伊做建筑师。但是去互主掠着了，煞做牧师。较早是咧起厝的建筑师，即马咧起做教会即个上帝国的建筑师，迄目标可无共款所以咱也未互主掠着，咱保罗嘛讲咱互主掠着，可能咱的目标毋是照咱家己咧定着的，可能迄目标比咱想的搁较大。这是使徒保罗要甲咱表达的。好，第二段就是讲，咱立定这个目标，免得到这个天顶的奖赏。保罗嘛，甲咱指示两项。伊讲，着爱迄个专门一项，就是袂记咧后面的事，注意头前的事。头前你就是爱袂记咧后面的事。咧走的人伊头前搁偌远啥物伊袂使伫回头看，回头看会使无？回头看影响伊你不管是短跑搁较袂使，马拉松嘛袂使伊着爱不管讲伊头走了安怎，伊着爱袂记咧进前，可能伊落伫后面，还是伊走了非常紧，伊就讲拢无人地我着慢慢走，伊绝对袂使呢。伊就是爱会专心咧走。袂通回头去看，伊就是迄个目标咧走，伊才会当得到这个奖赏。兄弟姊妹，保罗当然毋是讲咱人生拢咧竞赛，咱拢爱走第一名。但是至少你甲你比赛，甲家己比，你拢不断咧努力向前。
至少你要达到目标，你走会到。咱若是看来看去，咱会分心想来想去，咱会烦恼。反正咱就是爱真专心，头前来走。咱若读旧约圣经，索多玛甲俄摩那要毁灭的时，互咱上得到一个境界，就是什么人？落地的某伊就是滑头才变做盐条你着爱紧走，你就是爱逃走保全性命你着爱离开这个所在，你着爱去到上帝要互你去的所在，结果你贪恋过去，你滑头一个看你变盐条有一条诗歌讲向前走呀，向前行，这是要会当望到你会当行到天城所以这个就是讲手画的尾看后面的袂当接上帝国这就是是地头地尾手画地头啦地头袂当入上帝国，叫咱唔通家己看后壁。所以兄弟姊妹，咱不管过去安怎的，成功失败，成功唔通家一个干咧迄个迷乱伫过去成功，还是失败甲人，互迄失败甲你永远甲你填判。有时袂记的是一个真好的药啦。人爱上帝若互咱拢记条条我若足艰苦的。上帝若甲你记条条，你也袂过日的所以上帝若救砍罪恶治水徛一条伊若要算你的时候，你徛袂条，但上帝有赦免的恩，上帝有赦免的恩，感谢上帝，上帝有赦免的恩，咱会当得到上帝赦免。所以咱也毋免家己定罪，家己失败一个工断心肝一工袂过关逐个艰苦，这毋是上帝意思。咱爱袂记的，当然歹代志真正咱就是爱甲袂记，好的代志记的无要紧你歹的代志记条条，你逐工咧艰苦。所以咱就是爱袂记咧后面的事，爱注意头前的事。保罗讲咱爱注意头前的事，咱所定的目标，咱要领取的奖赏，咱就迄个目标来跑走。咱就爱诚做基督的精兵，上帝国度的这个运动员，咱就是爱这个天国的奖赏来努力、来打拼、来走。现在讲保罗干那为着要得奖赏尔，保罗要得的奖赏不是世间的奖赏伊要得的奖赏是天顶的奖赏天顶的奖赏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来调伊的手，到迄一日伊要得到这个奖赏，所以伊为了这个来努力。我相信咱所有的父母，今日来当得到奖赏，你也得个非常的欢喜。但是咱的天顶的阿爸爸上帝，伊有爱咱得到天顶的奖赏无？当然是祝意咱会当得到天顶的奖赏。兄弟姊妹，今日是咱教会设立的主日，咱已经设立入教会，不管几冬甚至可能50-60冬但是咱也爱个有一款的态度，咱爱个定到咱的这个目标，咱爱要得到这个奖赏。我看一篇故事，这个故事咧讲，为你讲话一个牧师伊叫做Campbell伊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能是真实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是值得咱去反省的故事。伊讲两只船这两只船为美国的南方的河流就送这个货物出发。这两只船因大约同一个时间离开这个密西西比这个河边的城市叫做 Memphis。这个船为这个密西西比要去到
新奥尔良新奥尔良啊，其中这个因为拄着大家这个准酒嘛，处于无聊讲的，就开始着这边咧踢笑，迄边的船讲你看你咧船安尼驶到那个久咧坐的，那遐慢那久咧坐的那个阮歌鸟安尼坐，安尼慢坐啦。这边当然就听到就袂爽快，两边就开始拼讲要谁开较紧。因为迄内底有迄较少年的这个水手就讲好，咱甲伊拼。但是你本来你这船行紧甲行慢甲车同款，甲飞机同款，天气的热甲凉油的相中的程度是无同款的。我捌伫美国的旧金山坐伫飞机顶坐4点半钟，飞机顶，我奇怪，都也无暗时有啥物款代志，架飞机毋飞。伊讲实在无法度，真天气伤热，伤热毋飞，因为怎样伤热毋飞？为旧金山要飞到东京，飞袂到，得爱过去别位加一边油才会当到。安尼，伊搁落一边飞机伊的成本爱加偌济啊，所以袂等，伊就爱叫你等。所以阮到东京要倒来台湾的时伊就是这边的飞机爱配合好势，当较晚迄嘛是，互阮会当倒来台湾但是伊就袂当飞。你的船驶足紧的时，我原来是慢慢啊坐，伊则驶足紧的时，两个咧拼咧驾车，伊是船咧相拼，拼到结果伊这个船油咧无到尾无法度，就将迄个伊咧食迄款的迄个碳，所以就爱往迄火面就烧，火面就烧，结果就烧这个伊讲伊安尼烧到尾船走到目的地，伊嘛赢，但是遐个物件呢，烧了。无论是要送火面去到遐，佮为着要驾船，这物件烧了所以伊咧讲这个故事要讲啥？伊讲上帝嘛同款互咱伫世间有一款物件互咱那甲这个火面伫船顶同款，伊拢有伊的目的地，拢有伊的目的，拢有伊的目标。上帝互你囡仔，互你兄弟姊妹，互你朋友，你就是爱，这就是拢是宝贝毋过偌济人因为像种的迄船长为着要驾船，逐个要拼结果遐个物件拢毁了赢是要创啥？达到目的地是要创啥？咱袂记得讲什么是上界重要。所以英国有一个牧师叫做约翰卫斯理伊讲咱得用你会当做的方式，做所有你会当做的好事，用尽你所有的情来发挥你一生的才能。你安尼做的时，毋是叫你讲你干那顾家己无惜一切，将这无应该毁的物件毁了。你为着遐无啥需要的物件，你安尼结果把这个物件毁了安尼哪有价值？可能你为着要追求你这个世间，我要得到好嘢我要按名声啥？可能你嘛仿佛你的囝、你的兄弟、你的朋友结果失落你应该失落的无应该失落的所以伊讲真侪人犯真严重的错误，就是浪费伫迄个无应该浪费的这个目标反倒转袂当得到应该得的目标。譬如讲，你可能浪费足侪宝贵的物件来换一寡是会朽烂的物件你可能可能得到全世界那个圣经讲你失了性命。那有什么利益？兄弟姊妹，这个牧师讲的故事，就是讲咱假做一个基督徒，咱一定要清楚咱的目标。咱就是要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吊咱的手，咱毋通得到这个世界，失了这个手。所以咱要去调调，咱要
迄个持守即个永生，咱爱甲即个永生去掉掉，还是迄边来说讲，咱着爱去掉咱所信的道。兄弟姊妹，上老尾牧师要讲，我定定讲有3种的投资。当然，你投资最后一定是歹啊。一个人做歹代志，伊的结局就是歹啊。一个人对家己的身躯拢吞一寡歹的物件，当然你的身躯就是歹的。你投资这个世间，有影，即马台湾大家对投资足热心，因为有即个AI 台积电有足侪足侪人拢是注目咧投资。不过投资这个世间呢，无绝对拢是稳赚的，有赚有了。不过咱投资是上帝国，上帝要互你的奖赏得甲袂落空，这是保罗所深信的。保罗所深信的，我已经征战好的征战，我已经尽跑走路程，我已经守所信的道理。对担了有义的免流，甲避免下的。这个免流是上帝要互你的，也要互见啊显无伊显现的人。所以感谢主，咱感谢上帝，互咱今日有73位要进入伫咱这个大家庭。咱嘛感谢上帝，互咱会当有遮侪灵魂的唱歌，咱天顶的欢喜咱也充满喜乐，真侪人会当得到这个受歌的欢喜互咱因缘也搁继续所在表来跑走，会当得到较侪宝贵的灵魂。伫这个落尾世代，互咱搁较关心伫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互咱搁较真正所在表来走，诚做得到奖赏的人。会当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吊咱的手，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专务一项，独独走进前来得到你的手，袂记后面的事，记头前的事。主啊，互阮就是无这个世间侪搅了来影响阮。主啊，无因为过去的成功来影响阮，也无因为过去的失败来影响阮。阮就是所在表来跑走，互阮会当得到你对顶面吊阮的手。主，阮多谢你，互阮的教会今日有73位要领洗礼、更新的进入教会。求主你祝福，求你也祝福你的百姓，拢会当伫你爱阮跑走的路上。阮尽力向前跑走，到所在标的所在，互阮也会当守所信的道理，到伫见主的面。主啊，互阮会当征战好的征战，来得到你赏赐阮的奖赏。主，阮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条来吟回应诗384首。请起立吟全首。阿门，罪我好心，你心给对我亲切，感谢我一呀你心给相信，要比的心来的，呀你心给。莫样当当，主没帮助，上帝的大，呀你是个免惊呀，主的无奇能讲。
我的。主基督，要你心间，靠你临终唔通放弃，只有让伊心间啦，上帝眼光免流茫。功德。感谢主，现在咱为着咱今日要领洗礼更新礼，还是小礼洗礼，这兄弟来祈祷祝福。咱嘛为着咱家己祈祷，互咱会当嘛得救得胜，咱将来当得到奖赏。这是阿爸父上帝伊调咱要应允互咱的。咱拢要来行伊爱咱行的道路，咱也为着咱的教会伫7月15有整齐敬拜的一款的研习。7月23到26有儿童牧区的儿童营，咱也现场带祷。咱也为着后礼拜有圣餐式来祈祷，为着咱教会这软弱的肢体，咱也三体祈祷。上时咱也为着咱的国家咱面对调野，毋望会当无地教来阻挡整个台湾的发展，会当互台湾继续伫上帝美好的心意中间来向前。那为着台湾伫即个热天炎热的天气，毋望互咱那伫电力、水力即款的资源拢够额。咱献上代祷，咱有甚物款的困求伫上帝面前，咱愿意拜列。现在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多谢你，互阮会当伫你所赐福的主日，伫你的殿中敬拜。感谢你，赐福阮有上教会，诚做传福音的教会，互阮伫。顶半年、下半年，我拢会无共款，透过幸福小组来报道。主多谢你，互阮一帮有73位大人囡仔，要洗礼、更新礼，进入你的圣会。所以你祝福，互因会当透过洗礼了，所以因会当知影伊是上帝尊贵的囝儿，互因无过靠家己，乃是会当靠圣神帮助。互你当上帝国的目标，毋是干那咧追求世间短暂的价值，所以这个世间的名声地位也是金钱。所以互你当大声求你的国甲义，行伫你的心意内面。所以你所应允的福，拢到伫因，毋是伫今生得到福气，来世也得到福气。所以说，互阮每一人，若得救，阮也会当得胜，阮也会当。得到你对顶面吊阮的手，主耶稣感谢你，阮伫这个暑假，所以阮也有阮的敬拜团的研习，也有儿童营的举办，求你拢同在，互侪侪人得到造就，互侪这个细囝也会当伫这个营会来认捌主。主耶稣，阮将教会这个时间仰望你。阮也有伫6月30到7月7、9，有1年的底选队到伫1年来做底选的工作。因的准备，求你也保守，求你看顾。阮有侪侪软弱的肢体，所以愿你医治的手骨伫因的身躯顶，互因会当对病痛得到医好，对艰苦得到讨棒，互因对着侪侪的艰苦内面。因为主你的权能，你的保护，互因会当得到恢复完全。所以说，兄弟姊妹来到你的殿中，也向你拜列祈祷，无论是为了家庭的祈祷，为了工作的祈祷，为了囝儿的祈祷，主啊，为了身躯健康的祈祷，求你安康听阮的恳求，照你美好的应允，
成就伫阮的中间。主，阮感谢你，也将阮的国家拢仰望你，互阮的国家会当行平安的路，互阮的国家会当向前来发展。主啊，阮伫即个炎热的天气，求你互阮教业的无论是水的能源、电的能源，拢会当充足。主耶稣，求你施恩，求你怜悯，求你帮助。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直接来举行奉献，请书献同工。请起立，做伙来吟奉献的诗。至诚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赏赐阮的钱财，阮也将你赏赐阮的献上担保，成做教会圣工的路用，愿你感纳，也求主你大大祝福阮，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祝福齐恳，390首。当恁通平安去，互恁会当所在的表来跑走，袂记得后面的事，对头前的事，通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吊恁的奖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散会。